哇，咩事？哇，小姐，我架車花晒喎，依家點算啊？唉，靜啲嚟，輕微交通意外嚟嘅啫。係咯，淡淡定先有得傾啊嘛。喺香港，當不幸發生交通意外，如果屬於輕微意外，又冇人受傷，只涉及車身損毀嘅撞車事故呢，司機大多數可以選擇私了和解嘅。當然，私了和解嘅條件係要雙方都必須同意，由賠償一方向索償方就損毀作出一定金額嘅賠償，而索償一方必須承諾喺獲得賠償後不予追究。有一件事就需要留心啦，車主係有必要影低個損毀狀況嘅，同時要跟進維修報價係咪屬實。如果係原廠維修嘅話，就要睇睇單據，否則如果遇到對方開天殺價嘅話咧，分分鐘貴過你打官司啊！咪住先，咁如果反口嘅話，咁點算啊？啱啦，咁如果雙方達成共識之後咧，就應該簽呢個和解協議書嘅。清楚列明賠償方同索償方嘅姓名、身份證號碼、車牌號碼、事發時間、地點同埋經過。最重要咧就係雙方嘅簽名同埋影相存檔。不過咁唔係乜嘢都可以私了和解㗎。如果意外中有人受傷或者損毀嚴重，又或者雙方達唔到共識嘅話，咁就要報警㗎啦。警方就會循刑事方向調查，再決定咧邊一方要為事故負責。等到法庭正式判決之後，索償一方就可以向對方要求賠償。嗱，當然啦，都係希望大家小心駕駛嘅啫。嗱，講咗咁耐，都係希望大家得個知字，最好就用唔着啦。如果中意我哋香港車大叔嘅內容，就記得留言同埋關注我哋，下集見。喂，就咁就走咗，咁我點算啊？唉。